佔先嘅咁啊，見到杜月橋喺呢個第二位啊，中間有喜盛進區追啲啦，外邊嘅加州本事啦，最出嗰邊啊有幸運旅程亦都上緊，中檔位置就你知我醒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手到齊來，拋離後邊嘅對手大約有3個身位啊，加州本事就喺呢個第二位，呢隻喜盛進區第三，接近終點，手到齊來贏啊，跑第2名加州本事，第3呢，喜盛進區，第4名係你知我醒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手到齊來都係擺咗喺前面放啦，結果一放到底啦。第2名啊嘛，加州本事一路追咗上嚟啊。至於第3呢，喜盛進區第4名啊蝕咗少少喎，嗰隻你知我醒啊。結果都係手到齊來，終於保中啦！呢匹係前澳門嘅賽區啊，嚟到徐雨石道都好穩定，翻到嚟一放絕塵，跑第2名呢，有啲千四積嘅呢隻加州本事啊。第3名就喜盛進區，第4名係7號馬嘅你知我醒。反而嗰隻杜月橋跟下唔多喎，即係都係加個眼罩都係咁啫噃。同埋陸小鳳留到哇北後尾去追啊！冇疑問，